我估計中場今場波咧，葡萄牙會作出一啲調動啦。好啦，又嚟肥佬足球世界，咁啊，琴日乘住肥鬆牛一嘅勢咧，都繼續利好啦。咁啊，荷蘭亦都好輕鬆啦。略嫌就係有啲收姜咧，就唔可以大炒嘅啫。喂，今日嚟到歐國聯決賽啦，雙牙大戰又點睇咧？唔使講噶啦，外界一定睇好西班牙啦，但我又唔係咁睇啦。我覺得葡萄牙起碼90分鐘唔使輸，因為呢場波咧兩隊咧實力均等啦。咁你話喂去挑剔或者去比較兩隊嚟講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如果你講陣容嘅平均性啊，即係攻啦、守啦、各方面咧嘅平均咧，咁葡萄牙相對平均過西班牙喎。如果你睇到即係一路西班牙比賽嘅模式啊，或者佢哋嘅人腳咧，領隊拉富安迪咧就冇所謂嘅，最緊要入波多嘅啫，即係多過對手嘅啫。咁所以佢哋喺後防線咧，再加上佢哋人腳咧，始終都係有啲差落嘅。點解話佢哋後防線有啲落差咧？因為咧，佢哋後防線主要都係攻強於守嘅後衞，再加上有啲好似古巴斯啊，甚至侯積臣呢啲咧，個經驗都仲未可以上到大台嘅，即係尤其是喺國際賽方面。咁所以你話佢哋後防線係咪好好咧？唔好嘅。你睇到上一場對住法國隊贏住5-1，都幾乎俾人可以追成平手嘅。咁翻嚟呢場波咧，我覺得咧佢係雙方咧，即係如果你話嘅較技啊，或者爭持啊，或者中場方面，兩隊嘅中場都好強好強，因為好多世界級頂級球員。咁啊，至於葡萄牙方面咧，我覺得呢場波咧，領隊馬天尼斯亦都作為一個西班牙嘅領隊啦，佢自己亦都好熟悉西班牙啦。咁所以呢場波咧，預計葡萄牙會係要防反多啲嘅戰術，咁再加上中場咧，佢哋唔會差。我估計中場今場波咧，葡萄牙會作出一啲調動啦，譬如維天拿啦、柏連拿呢個咧防守能力好強嘅中場咧，將會打正選嘅。咁所以你話喂，如果你稱落葡萄牙咧嘅前場可以防反啦，中場唔差啦，後防亦都唔差嘅。咁所以咧呢場波我自己咧真係覺得咧90分鐘內先嚇，90分鐘內起碼葡萄牙真係唔使輸嘅。咁所以呢場波咧就你話當然最終你話有個去到加時或者42碼或者如此類推，我唔敢講，但係起碼喺90分鐘內咧，我覺得葡萄牙應該可以起碼唔使輸。再加上佢哋嘅前線，老實講真係唔差㗎。譬如尤其是呢場波，我覺得其中一個 X Factor 咧，就係效力 AC 米蘭嘅里奧。里奧大家都知㗎，步大力雄，即係佢嗰個能力係好強嘅，而且對住佢對應嗰個位係阿菠蘿啊，咁所以咧應該就冇問題嘅。咁啊，再加上前線 C 朗咧嘅帶領之下咧，佢嘅鬥心好強嘅，咁啊，所以都係我覺得如果你話重視程度咧，兩雙方都重視㗎啦。即係呢個既然都入到決賽歐國聯，咁唔會話哇冇乜所謂啊。咁但係我感覺上葡萄牙個鬥志鬥心會強過西班牙少少啊。畢竟西班牙舊年都係歐國杯嘅冠軍啦，係咪先？但係葡萄牙失落咗嗰個冠軍，尤其是以 C 朗啊，以葡萄牙嚟講，一定要攞翻個賽先啊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今日除咗視頻版之外，文字版同埋廚房方面繼續有正料啊，所以記得多多支持啦。